Hello， 大家好，我係 Mr. Fun。今日嚟講一個超熱門嘅話題 ，AI 晶片市場。2025年 AI 需求爆發，晶片係核心，英偉達仲係霸主，但競爭越嚟越激烈。有 Google、AMD、Intel、Tesla， 中國嘅華為、百度、寒武紀、小米相關公司都喺度追趕。如果你係投資者，呢個市場值萬億美元，機會同風險都好大。今日我會講英偉達最新晶片市場佔有率，點解佢難被取代，競爭對手嘅技術、算力、價格、限制等等。講完你會知邊隻股票值得留意，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啦。到咗2025年12月 ，AI 需求仲係爆發緊，數據中心投資幾萬億美元，晶片係核心中嘅核心。先講大環境，2025年全球 AI 晶片市場規模已經超過400億美元，預計到2030年過萬億。數據中心 AI 投資爆發 ，Microsoft、Amazon、Google、Meta 等巨頭每年投幾千億建集群，需求主要分兩種：訓練大模型需要海量算力、推理。考以訓練好嘅模型，成本敏感，慳電重要。2025年推理需求爆發，因為 ChatGPT、Gemini 等應用普及。價格方面，一張頂級 AI 晶片賣3到7萬美元，一個集群幾億美元。供應緊張，特別 XBM 高帶寬記憶體短缺，限制美國出口管制持續。但2025年特朗普政府鬆綁少少，允許賣 H200去中國，但最頂級 Blackwell 重禁，中國本土晶片份額大升。先講主角英偉達。2025年，英偉達喺 AI 數據中心 GPU 市場佔有率超過90%。有報告話，數據中心離散 GPU 佔94%，整體 AI 加速器80到95%。點解咁高？因為佢嘅 Blackwell 系列 B200同 GB200 已經開始出貨，雖然有少少延遲，但2025年預計出貨量爆發，好多大客戶如 Microsoft、Amazon 已經訂晒。Q3 2025年數據中心收入爆發 ，Blackwell B200、GB200 開始大量出貨，雖然年初有延遲，但而家供應穩定。Blackwell 系列 B200單卡算力比 H100強2到5倍，特別 Inference 提升30倍，慳電25倍。GB200 超級晶片結合 Grace CPU 同兩個 B200，售價6到7萬美元，一個 NVL 72機櫃72張 GPU， 性能 Exaflop 級，客戶如 Microsoft、Amazon、Meta、Oracle 訂晒。2025年出貨量過百萬，英偉達點解咁難取代？第一 ，CUDA 軟件生態，開發者用慣 CUDA 寫程式，轉去其他平台好麻煩，成本高。英偉達有完整生態 ，TensorRT、Nemo 等工具幫開發者訓練大模型，超快。第二，配套完善 ，NVLink 高速連接 ，InfiniBand 網絡，集群規模大到 Exaflop 級。第三，需求爆發 ，AI 訓練同推理需要海量算力，雲端巨頭如 Google、Meta、OpenAI 都靠英偉達。價格貴，一張 H100B 200賣3到4萬美元，但性能領先，客戶願意俾錢。當然有限制，美國出口管制，中國買唔到最頂級。但英偉達有專門中國版如 H20，但2025年都有變動，特朗普政府鬆綁咗少少，允許賣 H200去中國，但最頂級 Blackwell 仲係禁。Google 唔使英偉達 GPU， 佢有自己 TPU， 最新 Ironwood TPU V7。2025年開始廣泛用性能 per watt 高好多。特別喺 inference 方面，成本低4到5倍。Google Cloud 賣 TPU 吸引咗 Anthropic、Meta 等公司轉用 TPU 專為 TensorFlow Jax 設計，效能 per dollar 高。特別大規模集群，比 NVIDIA 訓練可能輸少少，但推理同慳電贏。Google 自己用 TPU 訓練 Gemini 模型，證明實力，但生態唔及 CUDA 廣，開發者轉移難。2025年 TPU 份額升，特別雲端 inference。投資角度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AI 投資大 ，TPU 幫雲收入增長。AMD MI300 系列已經出 MI350， 2025年下半年 MI400， 2026年 MI350 Inference 提升35倍，記憶體大，價格平過英偉達30到50%。AMD 用開放 ROTM 軟件吸引想避開 CUDA 鎖定嘅客戶。Oracle、Microsoft 開始用 AMD。Intel Gaudi 3， 2025年推，專攻訓練同推理，價格性能比高，特別慳電。IBM Cloud 率先用，企業吸引，但市場份額細，生態弱，兩個加埋，2025年份額可能升到10到20%，但英偉達仲係老大，投資 AMD 爆發潛力大，股價有上漲空間。Intel 復甦中，但慢。Tesla 自己都做超級電腦，本來想獨立，但2025年報道話項目解散，轉用 NVIDIA、AMD、Samsung 晶片。Musk 話未來 AI5、AI6 晶片會強，但暫時靠外購。中國因為美國禁運，加速本土化。華為 Ascend 910、C920， 2025年大量出貨，性能60到80%， H100， 但價格平。集群如 Cloudmatrix 打贏 NVIDIA、GB200喺某些任務。
百度 Kunlun、寒武紀 MLU590、Byron BR100 都喺度追，特別 inference 強。小米有相關投資，百度 Kunlun 已經用喺自家模型。中國政府推2025年本土晶片份額大升，但技術落後1到2代，製程7納米。HBM 記憶體供應緊張，而家嚟講最重頭戲，未來10年 AI 晶片市場會點爆發？根據最新2025年報告 ，AI 晶片市場2025年已經53到118億美元，到2030年預計226到453億美元，到2035年更爆到4000到8460億美元 ，CAGR 33%。數據中心 AI 晶片部分更高，2030年過4000億美元。英偉達 AI 芯片市場佔有率超過90%，數據中心設備市場過50%，推理需求佔70%以上。點解咁爆？因為 AI 需求從訓練轉向推理同應用爆發，特別 AI agent、AI 設計、AI 剪片、AI 影片生成等新應用需要海量算力。先講軟件趨勢，2025年至2035年 AI 軟件從單一 LLM 轉向多模態 AI 同自主 AI agent。多模態 AI 可以同時處理文字、圖像、聲音、影片，例如 Google Gemini、OpenAI、GPT-5 系列，未來會成為標準。最熱門係 AI agent 自主代理，可以獨立思考、計劃、執行任務。2025年已經有 pilot，2027年50%公司用，2030年成為主流。AI agent 會處理複雜工作，如自動研發、客服、銷售，甚至編程。報告話 AI agent 市場到2035年過200億美元，因為佢哋需要持續推理算力，唔止訓練一次。另一大趨勢 AI 生成內容爆發，特別 AI 設計、AI 剪片、AI 影片。2025年 AI 影片生成如 Sora、Kling、Veo 已經強，但未來10年需求激增。AI 剪片工具如 Runway、Pika、Luma Dream Machine 會自動生成 4K、8K 影片，甚至長片。計算需求生成1分鐘高清影片需要幾千 GPU 小時。未來 AI agent 用影片做決策，算力需求每年翻倍。報告預測 AI 計算需求增長率超過摩爾定律2倍。2025年至2030年數據中心算力需求 CAGR 14到30%，因為 AI agent 同影片生成需要低延遲、高記憶體晶片，推理算力會佔70%以上，慳電成為關鍵。唔同國家 AI 發展同需求激增，未來10年 AI 發展唔止美國、中國，全球需求激增。美國投資最多，2025年獅投過1000億美元，領先基礎模型同硬件，需求嚟自雲端巨頭。2030年貢獻全球 AI 價值40%。中國政府推晒，2025年半導體基金幾百億，華為等本土化，需求激增喺製造、醫療、智能城市。到2030年，中國 AI 部署率最高，佔全球價值30%。歐洲、法國、德國、英國投資大。2025年歐盟幾百億歐元，重點倫理、AI、安全，需求來自汽車、醫療。2030年份額升。印度快速增長，2025年獅投幾十億，政府 AI 使命，需求喺醫療、教育、農業，低成本 AI agent 爆發。到2035年，印度 AI 市場過2000億美元。其他加拿大、沙地阿拉伯、以色列、阿聯酋投資大建主權 AI， 全球 AI 貢獻 GDP 到2030年15萬億美元，需求激增推晶片市場。未來10年 AI agent 同影片生成會推算力需求翻10倍，晶片市場萬億機會，但風險有電力短缺、管制、供應鏈。市場份額預測英偉達2025年80到90%，但到2030年可能跌到60到70%，因為競爭激烈。AMD MI 系列、Google TPU、華為 Ascend 會搶份額，特別推理同慳電領域。中國本土晶片到2030年佔中國市場80%，全球10到20%。英偉達2025年仲係霸主，市場佔90%。Blackwell 需求爆，但係競爭激烈。AMD、Google 中國公司追緊。投資角度，英偉達穩，但估值高。AMD 有爆發潛力。中國相關股票如寒武紀、華為概念股，風險高但回報大。大家覺得邊間公司最有前途，同埋未來同 AI 越嚟越重要？算力可能係所有公司最值得投資嘅地方。你有咩睇法？留言俾我知，記得 Like、Subscribe、撳鐘仔。下集再睇下未來10年有咩投資機會。拜拜。